中文台房地產經紀小林啊，今日介紹俾大家嘅一眼睇到啦，愉景花園嘅一個電梯高層啊，呢個咁嘅視野咧180度無遮擋景觀，望住我哋山景啊，呢片咧都係冇規劃去起樓咯，所以往後一直都係咁樣嘅啊，比較安靜一個通風效果又好，因為整體係南北通透。最緊要咧，如果你香港人你翻到嚟度假形式咧，呢種電梯單位咧係比較舒服啲。然後我哋小區係配套有穿梭巴士去到中心區負一站嘅，咁啊直接落火車就搭翻我哋穿梭巴士過嚟，大概係20分鐘一班車程就 O K 噶啦，即係嗰個輪換時間啦。咁過嚟個車程時間咧大概係7分鐘就到呢度啦，好近嘅嚇。咁你呢邊呢個單位再仔細睇睇，因為呢個單位係租客啱啱退租啊，所以就比較污穢啲，而家業主係揾人油牆翻身。咁呢個單位呢一塊空間啊，咁基本上都係贈送空間，呢一塊都可以自己去私用嘅。咁啊呢班整翻個鞋櫃就 O K 噶啦。咁入翻嚟右手邊呢個廚房空間，業主而家搞緊嗱，呢啲三件套都齊全，有生活露台，呢一片係都朝北向，採光同通風效果都非常靚仔，唔需要話擔心其他問題。咁呢個而家睇上去比較差少少，但係執得好靚仔。最緊要點解推薦俾你呢？總價平啊 ，total 60零個，60出頭就可以上車呢個。基本上呢種單位如果靚仔少少嘅，要去到70零個。咁呢個南北通透雙露台，3間房比較舒服啊！我即係個人嚟講，南北通透每日嘅通風效果係非常靚仔。睇翻呢個客房啊，落地窗同埋我哋而家放住係1米嘅1.2米嘅床嚟嘅。咁啊呢間會細啲，房間正面積95個平方。但係整體戶型睇得出嚟，好採光，好靚仔，通透效果 O K 㗎。主人房呢邊都係一個南北對流窗，而家都冇開燈嘅。咁而家呢個單位愉景花園電梯樓60零個，60出頭就 O K 㗎啦，63萬8，有興趣你哋現場睇睇。